其實99%嘅人去到新疆，99%嘅人都錯過咗最美嘅風景，傻傻地好似個郵差咁跑完5000公里嘅南北疆，由烏魯木齊出發，再去到喀什，點知覺得咩都冇玩到咁，因為新疆實在太大啦。如果去新疆之前唔提前做一份詳細嘅規劃，咁就會喺啲值得停留嘅地方匆匆略過，啲唔值得睇嘅風景反而浪費時間。事後回頭諗，邊度都玩得唔夠好。如果你手上有咁一份自駕遊攻略，個旅途就會非常輕鬆愉快啦。依家跟住我嘅路線嚟，睇完你會返嚟多謝我嘅，記得點讚收藏。而家我就將呢一份17日嘅詳細攻略同大家好好講下。首先我哋大家去烏魯木齊集合，喺烏魯木齊嘅指定酒店，我哋會有工作人員接待大家。大家去到酒店辦好入住手續之後，就可以去烏魯木齊市區自由活動啦。我推薦大家可以去逛下烏魯木齊國際大巴扎，又或者預約下新疆歷史博物館。今日夜晚我哋就喺烏魯木齊市區休息。第一日我哋就從烏魯木齊直接出發，經過古爾班通古特沙漠，順路我哋仲可以去遊覽下北疆第一大湖嘅烏倫古湖。跟住我哋就前往童話小鎮布爾津，大家可以去布爾津嘅夜市，品嘗各種北疆特色嘅民族小食。食完晚飯之後，都可以好好行下呢座北疆嘅特色風情小鎮。我推薦大家可以去下布爾津嘅塔橋同俄羅斯風情街。夜晚我哋就住喺布爾津縣城。第二日我哋從布爾津出發，今日我哋就會前往神嘅自留地和木村。呢度係中國保存得最完好嘅一片游牧文化古村落，大家可以自由行去和木村嘅泰加林入面漫步，又或者行過和木村最出名嘅和木橋，再前往哈登觀景平台。喺哈登觀景平台上面可以俯瞰成個和木村嘅全貌，尤其是傍晚或者清晨嘅和木村，煙霧繚繞，就好似仙境咁。夜晚我哋就住喺和木村嘅小木屋入面，大家天黑之後都可以望下和木村嘅天空，冇污染，星河璀璨。第三日我哋從和木村出發，今日我哋就可以前往喀納斯景區。喀納斯景區係成個北疆最負盛名嘅5A 級景區，呢個景區非常大，遊覽嘅順序我都同大家講下，大家就按照一湖一台三灣嘅方式去遊覽。大家首先可以喺遊客中心乘車前往喀納斯湖邊，喺喀納斯湖邊嘅棧道漫步，感受喀納斯湖嘅寧靜同美好。跟住大家都可以爬上喀納斯湖最出名嘅觀魚台，從觀魚台上面就可以俯瞰成個喀納斯湖，好靚㗎。然後大家可以乘車依次前往3灣打卡，分別係臥龍灣、神仙灣同月亮灣。遊覽完3灣之後，你哋就喺景區門口嘅賈登玉鎮上入住。第4日我哋從賈登玉出發，今日我哋就會沿住219邊境公路一路前往烏爾和。今日嘅邊境公路風景非常靚，我哋一路行一路停。傍晚嘅時候，我哋就嚟到呢座過壁灘入面嘅城市克拉瑪依烏爾和區，呢度都係中國最早嘅一座石油城。夜晚我哋就住喺烏爾和區。第5日，我哋一大朝早先前往著名嘅克拉瑪依烏爾和世界魔鬼城參觀。佢係位於過壁灘深處嘅一片雅丹地貌，呢度嘅雅丹形態各異，有啲好似金字塔，有啲好似字畫像，仲有啲好似孔雀開屏。我哋會乘坐景區嘅小火車喺雅丹群入面穿梭，體驗呢一片過壁灘深處嘅粗獷美景。遊覽完魔鬼城之後，我哋就一路行高速前往楨河縣入住。第6日我哋從楨河出發，今日我哋就直接前往大西洋嘅最後一滴眼淚賽里木湖景區。我哋會帶大家自駕入到賽里木湖景區，環湖一圈一共92公里，喺湖嘅每一個角落打卡，感受賽里木湖呢份獨有嘅美。遊覽完賽里木湖之後，我哋就一路經過著名嘅果子溝大橋，到達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嘅州府伊寧市入住。第7日，我哋一大朝早起身，仲可以前往伊寧市最著名嘅卡贊奇民族街區，呢度全部都係藍色嘅屋。喺民族街區遊覽完畢之後，我哋就一路出發前往特克斯。特克斯係我哋中國著名嘅歷史文化名城，又叫八卦城，成個城市好似八卦咁。夜晚我哋可以前往特克斯嘅老夜市行下，品嘗下當地嘅特色美食。第8日我哋從特克斯出發，今日我哋就會前往著名嘅恰西國家森林公園。有道是新疆最美係伊犁，伊犁最秀係恰西，恰西嘅美係一種雪山、草原、河流、森林以及游牧生活嘅完美結合。
我哋會帶大家開車入到恰西景區入面，慢慢欣賞恰西呢份獨有嘅美。遊覽完恰西景區之後，我哋就前往拱樓市區入住。第9日，我哋從恰西出發。今日我哋就會前往那拉提大草原。那拉提景區係成個伊犁州最著名嘅一個草原景區。呢個景區非常大，又分為空中草原景區、河谷草原，仲有盤龍谷道。我哋會俾大家預留大半日時間喺那拉提景區盡情遊覽。遊覽完畢之後，今日夜晚我哋就直接住喺那拉提鎮上。第10日，我哋從那拉提出發。今日我哋就會前往庫爾勒。途中我哋會經過著名嘅龔乃斯林場、艾肯達坂，跟住我哋就前往新疆嘅第一大湖博斯騰湖。我哋會喺大河谷景區遊覽一番，呢度有各種越冬嘅海鷗仲未飛走，大家都可以喺湖邊感受下海鷗嘅樂趣。遊覽完畢之後，我哋就前往鄉里之城庫爾勒入住。第11日，我哋從庫爾勒出發。今日我哋就會前往著名嘅羅布人村寨，呢度係一個位於塔里木河嘅原始村落，當地人依家仲過住漁獵嘅生活。喺呢度你可以品嘗到最正宗嘅烤羊肉串，以及當地特色嘅烤魚，味道非常好，亦都非常鮮美。喺呢度遊覽完畢之後，我哋就出發前往庫車。到達庫車之後，大家夜晚都可以行下庫車嘅夜市，佢就喺庫車著名嘅熱斯坦街。呢度各種民族小區一定會令你大開眼界。夜晚我哋就住喺庫車市區。第12日，我哋從庫車出發。今日我哋就會前往著名嘅溫秀大萊谷。溫秀大萊谷全稱係溫秀托木爾大萊谷，成個萊谷非常壯觀。溫秀大萊谷又號稱係中國嘅科羅拉多大萊谷，俾人嘅感覺非常粗獷，亦都非常原始。當然，我哋喺萊谷嘅頂端望成個萊谷嘅時候，都可以話係氣勢磅礴。遊覽完溫秀大萊谷之後，我哋就前往兵團一師阿拉爾市。到達呢度後，大家都可以自發去參觀下359旅紀念館。呢度係最早進入新疆屯墾嘅部隊，有道是身在井岡山，長在南泥灣，跋涉數萬里，屯墾在天山，講嘅就係359旅屯墾新疆嘅故事。今日夜晚我哋就住喺兵團一師阿拉爾市。第13日，我哋從阿拉爾市出發。今日我哋就會穿越大名鼎鼎嘅沙漠公路，佢係橫穿整個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嘅沙漠公路，佢係世界第2大流動性沙漠，亦都係我哋中國第1大沙漠。成個沙漠公路得2-3個服務區，沿途我哋會見到一望無際嘅流沙，只有行喺呢種無邊曠野嘅沙漠公路當中，你哋先會感覺到人類嘅渺小。傍晚嘅時候，我哋走出沙漠公路，到達南疆最重要嘅一個城市和田市，呢度都有非常著名嘅夜市，各種南疆嘅特色小食臨滿目，大家去行下，好好品嘗下。夜晚我哋就住喺和田市區。第14日，我哋從和田出發。今日我哋就會前往喀什。到達喀什之後，時間仲早，大家先跟住我哋領隊去辦一張邊防證，呢個係接下嚟我哋前往帕米爾高原必備嘅證件。帶上身份證喺古城周邊嘅警務站就可以辦理。辦好邊防證之後，大家就可以喺古城自由遊覽，可以去睇古城著名嘅開城儀式，係維吾爾族特色嘅歌舞表演，亦都可以喺喀什古城好好行下。呢度係喀什市內著名嘅5A 級景區，保留咗上千年前嘅原風原貌，非常值得大家喺呢度慢慢行下。第15日，我哋從喀什出發。今日我哋就正式走上喀勒公路，佢仲有個名叫做中巴友誼之路。踏上帕米爾高原，我哋嘅第一個景點就係著名嘅白沙湖景區。白沙湖，佢係帕米爾高原上面最大嘅一個湖泊，成個湖非常大，一年4季都係碧藍碧藍嘅，周圍白色嘅沙倒影喺湖中，更令呢個湖顯得美輪美奐。我哋會喺湖邊俾大家預留2個幾小時嘅時間自由遊覽參觀，跟住我哋一路出發。沿途我哋仲會見到慕斯塔格峰、塔合曼濕地、卡拉庫勒湖呢啲著名嘅景點。今日我哋嘅風景都係在路上。傍晚嘅時候，我哋到達塔縣入住。第16日，我哋從塔縣出發。今日我哋先前往雅罕走廊，呢度係著名嘅4國交界之地，係中國同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塔吉克斯坦嘅交界地。喺呢度遊覽完畢之後，我哋就前往著名嘅盤龍古道。呢條短短70幾公里嘅盤山公路，就有600幾度回頭急彎，入口嘅大型停車場上面寫住今日走完所有嘅彎路，從此人生盡是坦途。遊覽完盤龍古道之後，
我哋仲會見到整個帕米爾高原上面最南嘅一個湖泊——班迪爾南湖。班迪爾南湖藍得深邃，絕對可以令你沉醉其中。遊覽完班迪爾南湖之後，我哋就一路離開帕米爾高原，返回卡什市區。今日夜晚我哋就住喺卡什市區。第17日，我哋嘅行程就正式喺卡什結束啦。如果話需要送機嘅，都可以提前聯絡我哋嘅領隊安排你17日嘅行程。唔知你滿唔滿意呢？關注我哋靈魂自駕，帶你遊遍大美新疆。